公平過租，最近咧好多人成日都講公平過租喎，到底係咩玩法嚟嘅咧？咁近年啦，樓價就跌咗好多啦，有啲由高位咧跌咗落嚟30%添。咁但係同一時間咧，租金咧又升咗好多喎，升咗成2成喎。咁一來一回咧，就變相令到有好多樓盤咧都可以公平過租啦。條數到底係點計嘅咧？點解咁緊要咧？如果你係業主嘅話咧，無論你係自住啊定係收租嘅話咧，公平過租呢個概念都好重要嘅喎，因為你層樓第時係賺錢定係蝕錢咧，都係睇呢樣嘢㗎。如果你仲未上車，仲係租緊樓住嘅朋友仔，公平過租嘅概念咧就更加緊要啦。唔通成世啊都幫業主打工咩？點都要買翻層樓㗎嘛。咁但係幾時買、幾錢買咧，都係睇呢樣嘢㗎。嚟緊幾分鐘咧，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公平過租條數係點樣計啦，點解咁重要啦，有啲咩屋苑先可以做到公平過租咧？內容非常之豐富㗎，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如果覺得我哋嘅影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最緊要就梗係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匯創360啦，咁你就可以隨時揾翻呢條片，有新片亦都會通知你㗎。第一個問題，點解最近咁多人講公平過租呢？係咪市場上出咗啲咩變化？我哋有冇走漏眼㗎？首先，供樓平咗好多，係因為樓價跌咗，利息又平咗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咧，由2021年高位大約190點，跌到拍攝當日大約135點，跌咗接近3成。加上利息又平咗啦，HIBOR由之前嘅4厘，拍攝當日咧已經跌穿到1厘啦。供樓嘅利息由之前最高嘅4.125厘跌到最近2厘幾，以500萬貸款計啊，月供由24,000跌到落2萬蚊。唔知我講乜嘢？唔緊要，可以睇翻我哋呢條片。同時間咧，租金就貴咗好多喎。個個唔買樓去租樓，加上高才啊、優才啊、學生等等，租金貴咗好多。睇翻咧，中原城市租金指數由2023年低位大約108點，升到拍攝當日咧大約124點啦，升咗大約15%。有唔少熱門屋苑咧，更加係升咗接近2成添啊！一來一回，供樓又平咗，租金又貴咗喎，變相咪公平過租咯。第二個問題，條數係點計嘅咧？點樣先知道我住緊嗰度或者我想買嗰度係公平過租嘅咧？咁我應該用幾多成按揭去計咧？咁如果我 full pay 嘅話，都唔使供，咁一定係平過租嘅喎。好問題，而家標準按揭咧係7成，如果你想合法租出去咧，都係7成。咁所以我哋一般咧都係會用7成按揭去計嘅。點先知道自己住緊嗰度係咪公平過租咧？最簡單嘅方法咧，先睇下你而家住緊嗰度成交緊幾多錢。例如成交緊400萬嘅話咧，借7成分30年供，用現時按息嘅封頂位3.5厘去計咧，月供就係12,573蚊啦。但係 HIBOR 跌咗喎，舉例當齊頭數1厘，而家咧普遍就係 H 加1.3厘，咁即係2.3厘計啦。月供咧就只係10,774蚊，都係嗰句啦。如果唔知點計咧，就睇翻我哋呢條片。跟住就睇下呢個單位嘅市值租金係幾多錢呢？上網睇下又得，又或者運下吉落街揾 agent 睇下租盤又得。如果咧市區樓400萬樓咧，應該咧租到13,000蚊嘅，你供10,774蚊啫嘛，咁咪即係公平過租咯。呢個咧係一個簡單嘅計法。當然咧，如果你計到盡啲，差餉、地租、管理費都唔想自己人荷包嘅話咧，咁就記得加埋上去啦。好似呢個例子咁樣啦，加多千零蚊上去，都仲係公平過租喎。第三個問題，點解公平過租咁重要咧？咁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。我哋今次試下咧，從3個角度去分析一下。第一就係從業主自住嘅角度啦，第二就係從投資者角度啦，第三咧就係從租客嘅角度去睇下啦喎。首先，自住業主視角。對你咧，其實就影響不大嘅，不過心理上咧就會舒服好多。早幾年樓價高，利息又高，係咪都試過俾屋企人埋怨呢？而家咧你可以同翻佢哋講，供樓咧係抵過租樓㗎。其實都唔止㗎，用翻頭先個例子啊，月租13,000蚊，月供咧大約就11,000蚊，加埋差餉、地租、管理費，當都要13,000蚊啦。咁係咪真係打個和啊？錯晒，絕對唔係打和啊！新手朋友你要聽住啦。租樓咧，你係全數俾晒業主嘅，100% 係支出，仲要俾一世添。而供樓咧係有本金㗎，好似儲錢咁，亦都有供完嘅一日添。月供11,000蚊，你唔係俾晒銀行嘅喎，當中咧係有本金㗎。呢度咧就唔講得咁複雜啦。
如果按息2.3厘計，頭10年8咗咧，你預拉勻一半左右啦，即係大約5500蚊就係本金，係攞得翻嘅。即使咧面數打和，實際上你每個月都慳咗5500蚊㗎，夠飛一轉台灣㗎啦，仲要係每個月飛一轉添。輪到租客視角，用翻頭先個例子啊，租樓住嘅話咧，每個月就13,000蚊，自己買樓自己供樓，當又係13,000蚊咁計啊。扣翻個本金咧，每個月其實慳咗5500蚊嘅喎，咁一年咧就慳咗66000蚊㗎啦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你唔使擔心俾業主加租啊、逼遷啊。如果樓價咧真係見底回升嘅話，我當唔好升得咁多啊，唔好講層樓見翻高位600萬啦，當升翻去400尾500萬左右，都賺翻100幾十萬喎。3成首期去計咧，差唔多賺成倍㗎啦。最後嚟到投資者視角，近年咧好多大劈價蝕讓新聞啦。利息急升，股價急跌喎，好多高手前輩咧都俾銀行 call 窿，最嚴重係 cut 窿添啊！例如大發展商啊，好有錢啦，係咪？但係都要蝕賣新樓去套現啊！你又諗下喎，如果當你每個月收嘅租咧可以冚晒供樓，例如月供9000蚊，收租收到13000蚊，個個月有幾千蚊袋，你仲會唔會急住賣樓咧？又會唔會甘願俾人劏？咁不如收住租先。業主持貨能力強咗，劈價少咗，價錢咧自然就會見底回升㗎啦。第4個問題，相信大家都好關心㗎啦。咁到底有啲咩屋苑係供平過租嘅呢？如果我想上車接嘅話，咁應該點揀好呢？其實好多租金回報比較高嘅屋苑咧，一早就已經供平過租㗎啦。咁乜嘢屋苑租金回報高呢？例如一啲熱門嘅上車屋苑啦，好似沙田區嘅沙田第一城啊、沙田中心、金獅花園、河畔花園、花園城等等啦，又好似荃灣區嘅荃灣中心、荃德花園、荃威花園等等。另外咧，仲有西環嘅嘉輝花園、九龍灣嘅德寶花園等等㗎。呢啲傳統嘅熱門上車屋苑咧，好多咧都已經做到供平過租㗎啦。當然，咁佢哋嘅樓齡係比較舊啦，好多都差唔多成40年。如果你想揀啲新啲嘅，可以揾翻啲市區嘅半新盤，例如一間500萬左右、細細間270尺至280尺左右嘅一房單位，質素好、位置好嘅，都租到15,000至16,000蚊㗎啦。H plan 月供以2.3厘去計咧，月供咧大約就13,468蚊左右，一樣咧都係供平過租㗎。考慮埋升值咧，可以揀翻啲靚啲嘅區喎，例如九龍區西面咧就有油尖旺啊、大角咀、長沙灣等等啦。九龍區東面嘅話咧，土瓜灣、紅磡等等都有好多選擇。好似朋友呢個單位咁啊，簡直係超晒班啊！除咗內籠靚、樓底高，會所仲有個空中無邊際泳池，哇！唔知真係以為自己去咗 staycation 咯。平時去睇樓唔知㗎，係我哋先講到俾你聽。因為咧，地產代理係唔會帶你入會所，好多都唔識得介紹，淨係會同你講尺價。其實咧，呢啲細單位尺價都唔係最重要，因為咧尺數細、分母細，除開嚟睇，尺價好似爭一截咁。但係入到屋咧，其實又差唔多喎。最重要反而係個開則靚唔靚，配套正唔正。咁我又唔係地產代理，就唔講咁多樓啦。有機會咧就再拍片解釋啦。第5個問題。如果你層樓係之前買落嘅話，仲有冇得自製供平過租嘅呢？係得嘅，只要你計啱條數嘅話咧，做個轉按就得㗎啦。例如你10年前買一層樓，供咗10年，你可以做個轉按，拉長個供款年期，每個月供款咧就會少咗㗎啦。又或者咧，你之前買嘅時候做咗高成數按揭，唔租得俾人，又可以做個轉按，甩咗個按保，咁咪可以租出去咯。係咪有啲複雜咧？聽落去，有機會咧再同大家拍片分享下。首先咧要計掂數，例如層樓估價到唔到，供款能力又得唔得咧？你嘅文件又齊唔齊啊？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揾我哋幫手介紹相熟嘅按揭專家俾你。冇幾耐之前，我哋先揾呢個按揭專家搞咗個實體活動，講解下新樓估價不足點算好，申請出咗又要點做等等，好受歡迎啊！有機會下次你都嚟參加。又有好多網友問，未補地價居屋做唔做到轉按加按㗎？屋企人冇收入，有冇咩辦法可以做到按揭呢？唔係唔得嘅，係複雜啲啫。我哋嘅相熟按揭專家咧都可以幫到你。資訊欄下面有我哋嘅聯絡方法，快啲 WhatsApp 我哋幫手啦！